Hello，大家好，又係阿 Joy 同大家傾偈啦嚇。今日咧係2026年1月9號12點鐘啊。哇，好曬！咁我啱啱轉咗個冇咁曬嘅地方同大家傾下偈先。今朝咧就早起咗身，就去咗睇牙。牙醫咧就幫我咧補翻一啲擦蝕咗一啲位置。跟住咧有個重點我都想講咗俾大家聽，刷牙真係唔好咁大力，擦蝕咗咧就唔一定下下要用呢個防敏感牙膏嘅，有啲治標嘅方法。呢個治標嘅方法，治本咧就好似我咁去牙醫嗰度咧補翻嗰個蝕咗嘅位啊窿啊咁樣樣。下個禮拜咧佢再幫我補埋右邊幾個位置。呢個牙醫我都覺得幾好。anyway， 第二樣嘢我今日想分享嘅咧就係咧，尋日咪同大家提過有個記者招待會，關乎呢個美國飲食健康啊。佢哋美國嘅特朗普政府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記招，亦都係今年嘅第一個記招嚟嘅。咁當時咧，我簡單喺即係香港啲新聞片段睇咗少少啦嚇。咁翻到屋企咧，我即刻再攞翻佢嗰個完整嘅一個廿零分鐘嘅一個記者招待會睇翻。講真，哇！睇完真係覺得大鑊啦。但係唔係我哋大鑊，係嗰啲美國嗰啲特別係美國或者一啲進口都有關係㗎。嗰啲超級食物加工生產商咧大鑊啦。佢哋即係例如做汽水啊、糖啊、薯片啊嗰啲高度加工嘅零食工廠啦。咁點解咧？就陣間我慢慢講啦嚇。事關咧，即係今次特朗普即係個團隊咧親自牽頭啊。咁咧就簡直係開宗明義咧，就要同公眾美國嘅國民咧傳遞一個核心信號，從依家開始唔好即係再俾大家俾呢啲所謂類食物，即係唔係食物係類似食物嘅物質即係較添加劑啊、精製糖啊，即係堆砌出嚟嘅加工食品迷惑，反而要將 real food即係真正嘅食物咧擺翻喺每日嘅飲食嘅第一位咯。咁究竟呢個記招咧就講咗啲乜嘢咧？關乎健康啊，影響成個美國公共衛生政策啊。我逐樣去同大家分析下啦。幾部分嘅，第一部分咧，記招一開場就係一個代言人，嗰個女代言人咧就即係好後生，好口齒伶俐，亦都即係好識得咧，即係幫特朗普咧去晒佢嗰張所謂佢嘅成績表。佢咧話特朗普唔夠上場一年已經咧讓美國咧再次偉大，今次咧仲要讓美國再次健康作出呢個咁嘅承諾。其中佢提咗幾件重要嘅嘢啦，先講啦。即係第一，逼呢個食品商咧去減毒。佢話已經有10幾間嗰個食品加工廠已經妥協㗎啦承諾唔會再用呢個人工色素啊。而呢啲人工色素咧係包括一啲用石油基底，即係用啲石油副產品製造出嚟一啲嘅即係嘅物質啦即係幫啲食物整色整水，全部唔再用。第二咧就要管好嗰個福利唔俾呢啲福利買垃圾，因為美國有一種叫做SNAP 即係美國嘅糧食補助即係我哋俗稱嘅食物券咧，唔俾納稅人嘅錢咧變成咧買薯片糖咁樣。即係第三咧就係咧要壓低咗啲藥價整頓下啲疫苗。佢搞掂咗嗰個最惠國藥品定價呢個問題。同一啲大藥廠啦即係傾掂，即係要減低一啲處方嘅藥，因為美國其實好多人都需要食處方藥。呢啲處方藥咧亦都天價嘅，有好多都如果冇保險嘅話，佢哋基本上食唔到。仲要咧 CDC 咧疾控中心咧根據最嚴謹嘅科學標準咧去更新翻兒童疫苗嗰個接種計劃。呢度都真係我覺得需要，因為美國好多人咧真係好即係抗拒打疫苗嘅，有啲人覺得咧就係疫苗咧係有害添。所以咧即係等家長咧同醫生咧可以咧揀最適合小朋友嘅方案咯。跟住有啲官員咧即係都出嚟講啦做晒呢啲咧，其實就係呢個應該呢個代言人講咧，即係做晒呢啲嘢咧，就係為到推行呢個2025年至2030年嘅美國膳食指南呢份指南咧唔係得個講字嘅，即係仲會成為翻美國所有聯邦食品嘅一個即係項目嘅一個底線嚟嘅要根據呢個指南去生產啲即係發放、生產或者製造咁樣啲食物啦。第二部分咧就我想講啦呢個新嘅核心指南咧，真係徹底推翻咗一啲舊嘅政策咧。其實都有少少嘅，但係佢真係最重要一樣嘢，佢就向加工食品咧同呢個添加糖咧開戰咯。正式係政府行出嚟開戰咯。跟住 HHS 即係嗰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嗰個部長咧上場啦。佢講嘢好辛苦喎，見佢講到咧聲嘶力竭咁樣一個阿伯咁樣去講。anyway， 但係佢好用力講，我哋用心去聽下啦。佢直頭喺度鬧緊個政府，唔知鬧現屆定鬧過去啦。總之佢就話政府係擘大眼講大話。
過去幾十年咧即係呢個美國政府咧，其實咧就一直咧就呃緊大家，即係為咗保住呢個企業嘅利潤啊，即係明知呢啲高度加工嘅食品啊、精製嘅碳水化合物咧係有害人嘅身體嘅，都仲要不斷去推廣擘大眼，即係眯埋半隻眼啦唔理仲要補貼呢啲生產商，咁結果搞到咧成個美國咧啲美國人咧健康越嚟越差，咁醫療費越嚟越貴，咁依家新指南咧就係要撥亂反正啦，咁佢叫大家記住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佢要終結呢個所謂對飽和脂肪嘅恐慌啊！以前咧咪話蛋啊、牛扒啊呢啲有飽和脂肪嘅食物咧唔好食咁多唔好食添，甚至乎有啲人覺得咁其實係錯嘅。佢話咧蛋白質同健康嘅脂肪咧根本係身體嘅必須。咁新指南咧就話大家可以放心食。第二咧就係要向添加糖酸餞，特別係汽水加咗糖嘅食品飲品會直接咧導致呢個代謝病嘅，即係糖尿病啦以後聯邦採購即係佢哋聯邦採購包括採購啲咩？包括採購學校嗰啲午餐咧都會嚴格限制呢個糖分嘅上限，強制減糖。第三佢鬧爆呢個超級加工食品佢話含有大量添加劑嘅食品仲有鹽同糖嘅加工品咧即係例如啲即係薯片糖即係速食嘅食物速食麵咁都係會損害健康嘅。指南咧就叫大家咧盡量去避免。仲有樣最重要就係佢講個食物金字塔，佢 show 咗幅相嘅。原本嘅金字塔咪真係金字塔嘅，新嘅金字塔好似調轉咗咁樣嘅，即係反轉再反轉咁樣嘅。佢話以前個金字塔咧就偏重係碳水化合物啦，咁依家佢將全營養食物，即係即係擺喺即係最基層最多要人要食嘅，即係呢啲咩咧？即係包括蔬菜水果全穀物即係全穀物包括糙米啦燕麥嗰啲咯同埋新鮮嘅肉類啦、奶製品咯。其實部長咧佢仲踢爆啦即係美國依家4000幾萬人啦，就靠呢個 SNAP， 哇都幾多，4000幾萬人靠呢個糧食補助計劃，即係 SNAP 去即係攞政府錢去買嘢食嘅。但係好多人咧買嘅都係汽水、糖或者啲加工食品咁有咩問題咧？問題就係佢哋除咗攞呢啲補貼去買食之外咧，佢有7成8，即係差唔多即係80%嘅人領福利嘅人，同時咧亦都攞緊醫療補助去睇病。咁而攞醫療補助即係嘅人咧，90% 咧嘅錢咧，其實都係治理呢啲慢性病咁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一定要斬斷。所以咧新指南咧，我會強制咧 SNAP 嘅合作商咧，即係包括全個美國有成超過25萬間嘅一啲食品商鋪咧，要將主食即係一啲營養嘅主食，即係頭先講嗰扎啦要量要增加1倍，確保咧買家咧可以買到健康嘅嘢咯。好啦，第三部分咧，我想講即係唔單止係健康，即係佢呢個記招仲提到咧關乎到呢個美國嗰個財政嗰個銀包同埋嗰個國防問題。佢令到我好驚訝嘅一樣嘢就係嗰啲官員咧，佢同專家咧直接即係攞呢啲數據咧，唔係即係生安白做，佢攞晒啲數據講。佢話呢啲新指南唔係為咗淨係為咗健康，仲係為咗救美國嘅財政同埋國防咯。因為醫療費大出血有間大學佢做過計算啦，即係每個納稅人咧，美國納稅人咧，1蚊咧就有48仙咧，即係48仙，即係差唔多5毫子即係一半係攞嚟睇病咁樣咯。咁 CDC 仲話咧，90%嘅醫療咧係用嚟治呢啲慢性病，而呢啲病咧有40%咧，我諗甚至乎可能更加多啦。佢話40%咧係其實可以靠食得好咧就可以避免，食得健康去避免咯。咁如果美國人嘅肥胖糖尿病嘅即係嗰個機率可以降低到好似日本咁，佢拉日本嚟講啦每年都可以慳翻6000億美金。所以你話美國人即係佢就健康嘅問題，佢好妒忌日本，佢唔攞我哋中國，佢攞日本其實攞我哋香港都好，我哋香港都好長壽嘅其實。等每個家庭咧，等於每個家庭咧，其實即係佢講成個國家可以慳咗6000億美金，咁每個家庭除翻可以慳翻5000蚊美金，都幾多。至於國防危機嗰度會講咧，就係依家美國有差唔多80%嘅入伍青年咧，準入伍青年啦，就係因為肥胖代謝嘅問題咧，即係唔能夠合乎資格去參軍咯。咁所以咧，即係有咩問題，有咩提早有糖尿啦、脂肪肝啦咁樣，原來即係咁你參軍唔到，咁可能有啲人真係為咗唔想參軍，專登食肥自己都唔定。咁 anyway 講笑啫。其實佢講到
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參軍或者我哋國防能力削弱，就係令到我哋國家嘅年青人對加工食品上癮啦，係咪啊？佢哋食壞咗自己，咁參軍唔到，咪可以就會影響到我哋嗰個軍事嗰個能力咯，係咪啊？咁啊，政府依家要終結呢一個局面咯。咁另外嗰個經濟嗰方面啊，即係有醫學專家啦講過咧，即係話如果即係靠呢個指南咧，佢淨係改善美國人嗰個健康咧，其實即係等同可以令到佢哋壽命延長，亦都從而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健康個時間亦都延長，即係話可以佢哋延長工作。咁呢度佢講每個人如果退休年齡延遲一年啦嚇，當佢60歲退休，延遲一年即係61歲退休咧，單單呢樣嘢咧已經可以令到美國個 GDP 咧增加數以萬億嘅，哇！即係佢想將呢啲隱形財富攞出嚟變現啦嚇。咁啊，第四部分啦嚇，我都想講咧，咁呢個新指南究竟落唔落到地咧？其實我真係有啲保留嘅。咁但係佢都起碼肯出啲指南，同埋佢話由學校到軍營嚇，通通都要換餐，佢就由呢一部分開始咯。咁啊，學校嗰啲午餐呢，即係嗰4500萬聯邦採購統一嘅一啲午餐，以後呢係會減少添加糖同埋加工食品，就提供多啲新鮮嘅蔬果咯。因為我曾經何時見過佢哋嗰啲，即係佢哋個餐盤呢係有包薯片嘅，好興喎！佢哋午餐係會食一包薯片，當係午餐咁樣嘅一部分啦嚇。咁啊個蘋果啊禮手抌咗或者送俾人嘅。咁可能個薯片從此又會消失㗎啦。第二咧就係退伍軍人同埋嗰啲軍隊嗰啲膳食啦，一樣啦。其實佢啲軍人都要食飯㗎，喺個 canteen 要食嘢啦。退伍軍人睇病睇醫生，佢講到佢哋嗰啲醫院或者佢哋住嘅療養院嘅食嘅嘢啦，根據新指南，全部都要調整。咁啊，確保呢啲曾經或者已經加入咗軍隊保家衛國嘅人咧食得健康咯。咁啊，至於嗰個基層仲有好多嘅，包括一啲佢哋有啲婦女嬰兒嘅營養補助計劃啊，即係呢啲幼兒教育嘅項目嘅餐食咧，都會變成一啲全營養嘅食物咯。即係確保從細細個開始就要有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咁啊，跟住美國農業部嘅部長都有出嚟講嘅，咁啊要根據翻呢個即係庫存嘅標準咧嚇，強制所有接受呢個 SNAP。即係 SNAP 福利嘅商鋪咧，要增加食物健康嘅供應啦嚇。咁啊，以後無論低收入嘅家庭又好啊，定係普通市民都好咧，係更加容易買到一啲平靚正嘅一啲 real food 啊，係咪啊？咁啊，最後咧我自己咁講啦，我都想講，即係雖然咧呢個飲食指南咧就唔係一個乜，即係佢角度好似係一個政策嘅一個調整，但係佢包裝到係一個政策嘅調整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係一個signal嚟啦。其實食得健康咧，其實唔單止係關乎個人，即係關乎到你個家庭，甚至乎成個國家啊，甚至乎佢講到誇張到國防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雖然我哋唔係美國人嚇，但係咧呢個 sense 咧都通用嘅，我覺得適用於每一個人嘅。所以咧食得健康係每個人嘅責任咯。咁啊，至於呢個指南嗰個執行進度咧，我自己都有啲興趣，我會繼續跟進下。如果有啲乜嘢特別嘅咧，我第時再同大家分享啦。好啦，咁啊，哇，時間差唔多啊，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好，係咁，拜拜。都講，仲想補充，我講咗咁耐呢個咩美國最新嘅健康膳食指南咧。咁其實咧，佢就呢一個膳食指南咧，就做咗一個網上嘅網頁版嘅。咁啊，講到好簡單，圖文並茂，我自己都 click 過入去睇嘅，幾互動嘅。咁啊，我將條 link 咧擺喺下邊 realfood.gov 啊，好似。咁佢裡面咧仲有一個 announce 嘅，我覺得都值得睇下嘅。即係佢好似咧，哇，好嚴肅咁樣同一啲加工食品宣戰啊，強調咧呢啲嘢係有害健康嘅。咁大家睇完可能都會有啲警醒。好啦，真係拜拜啦〜